點解啱啱出世嘅 BB 成日打思噎嘅？BB 喺頭幾個月喺食完奶之後都好容易會打思噎噶。打思噎係因為神經線受到刺激，令到橫膈膜肌肉突然抽搐。但係呢啲係唔會影響佢嘅健康嘅，家長唔需要過分擔心嘅。過一陣就會自然停噶啦。如果你想幫佢快啲停，你可以掃下風。如果係食人奶嘅話，可以俾佢啜多一陣。如果係食奶粉嘅，就可以俾少少暖水佢啜下。初生 BB 一食完就屙，係咪肚屙呢？出世後嘅一兩日，BB 會屙胎糞，即係墨綠色嘅大便。之後食人奶嘅話，可能每次食完都屙，大便會係黃色，比較稀爛。食奶粉嘅話，每日可能有2至3次大便，咁大便質地會比較軟，顏色可以係黃色或者綠色。只要食奶冇問題，大便嘅質地軟同濕都係正常嘅。不過如果佢嘅大便頻密得嚟，變得冇渣，同埋好似屙水咁，就係肚屙啦。如果肚屙，大便帶有黏液或者血絲，就要即刻睇醫生啦。最好留埋條片俾醫生睇。